奇怪的事情似乎每天都在发生，明明看起来毫无异常的猫咪，却在下一秒进行了一次诡异的后空翻。马路上的大树乍一看似乎十分正常，可仔细看却发现它竟在自行移动。2022年，一男子声称自己在下水道探险时，竟意外拍到某种诡异生物现身。就在刚刚，男人来到一处充满涂鸦的下水道入口，穿过隧道，越过天井，男人最终来到一处奇怪的排污口交界处。小伙此时正隐隐听到右侧下水道传来阵阵怪叫，察觉到不对的男子开始小心地前往拍摄。随着镜头的转动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。只见一双闪闪发亮的眼睛正在远处小心地窥视着男人，但随后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。一头拥有细长四足且眼睛反光的生物竟猛地出现在通道尽头，它在经过短暂的停留便匆匆逃离了。反应过来的男子慌忙起身寻找，可隧道后却什么都没有。它外形诡异且灵活，五官更是模糊不清。难道这真是一次未知生物的目击事件吗？在澳洲的一处家庭后院，女子声称自己发现一只失停的狗，出于某种未知原因，她似乎陷入了凝滞状态。在一旁纸片小猫的衬托下，她竟显得毫无违和感。Hey, it's okay, dude. Hey, come on. Come on. Come on. 随着女人的呼喊，小狗回过神来，很难说这只狗到底在干什么。两段视频的爆出似乎暗示了地球的不一般，可事实果真如此吗？2023年，美国一段女人疑似陷入地球冻结故障的视频在 TikTok 爆火，对此有人表示矩阵是真实存在的，更有甚者发现就连风也吹不动她的头发。只见远处的街道上，黑衣女人就好似游戏中的 NPC 一样，此时她正出现错误，陷入了某种停滞状态。可几秒过后，一切却又恢复正常。这离谱的一幕也使得男人爆粗连连。此类视频多为伪造乌龙，请理性观看。